除了客停车，龙溪民嘛受到真大影响。其中第一期叶仔菜类的价销一度是落到20块以下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讲，这个价销若是继续落到某一个程度，会来调整农民种菜的时间，嘛无排除要来推动收紧的方案。面对上千菜，安尼阁无够叶菜类批发价销，台北果菜批发市场交易平均价销最近2天10时是19块6，起4块3到15时是每公斤23块9，因为农委会阁出手啊。今天开始启动了每一个礼拜，包括把它送到我们的学校午餐，给国军加菜，到相关的食物银行等弱势族群呢，每个礼拜至少20吨。大量的菜买会使解决问题，若是讲菜价继续阁落价，农委会会阁出卡手。缓重的部分呢，我们这礼拜会跟地方政府共同的来对外宣布。因为疫情的影响，短时间爱抢救菜价，长时间就要救受到影响的农渔民，包括外销通路消费需求的改变，渔船作业受到影响，连农业旅游人数嘛都在减少。其中一项措施就是渔业、畜牧业、渔和农业身故的贷款会使免利息1年，由政府来补贴减少农民的损失。那个整个休闲农场，其实他们从过年期间到现在，平均损失在2、3成以上。因为疫情影响，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上电视推销农产品，继续咧出招，就希望将这个损害降到最低。